喺香港呢個咁貴嘅地方，病真係一件好奢侈嘅事。你試下諗下，如果有一日屋企人或者你自己不幸要入醫院，除咗要擔心個病醫唔醫得好之外，最令你頭痛嘅，往往係嗰張好似雪球咁越碌越大嘅醫療收費單。雖然話公立醫院已經有政府補貼，但係如果你要長期住院，或者要用一啲好貴嘅自費藥物、手術支架，嗰啲醫療墊底費同埋自費項目分分鐘可以攞咗你半條命。我聽過太多案例，有啲老人家為咗唔想負累仔女，有病都唔敢睇醫生，或者夾硬出院，就係因為怕嗰幾千甚至幾萬蚊嘅醫療費。其實政府係有一套救命錢機制，叫做公立醫院醫療費用豁免。好多人以為呢樣嘢淨係俾領取綜援嘅人申請，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。如果你係低收入人士、慢性病患者，或者係所謂嘅夾心階層，只要你符合特定條件，一樣可以申請到。今日我就要手把手，逐個細節教你點樣去申請呢個醫療費豁免。我會講清楚邊一份文件你漏咗就即刻會俾人踢走，同埋邊一個死穴如果你踩中咗，就算你幾窮都絕對申請唔到。呢條片唔單止係資訊，直情係保命符，建議你一定要睇到最後，最好就儲存埋落嚟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醫療費用豁免主要分兩種，一種係自動豁免，一種係非自動豁免。如果你係領取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，或者係領取緊75歲或以上較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，基本上你只要喺登記嗰陣出示反相關證明，或者等醫院系統自動核對，你係唔使另外申請嘅。但係今日我哋重點要講嘅係針對嗰啲冇攞綜援，但係經濟真係有困難嘅非綜援人士。呢班人往往係最慘嘅，因為佢哋喺制度嘅邊緣，想求助又唔知從何入手。要申請呢個豁免，第一步你一定要去見一個人，嗰個人就係醫務社工。醫務社工唔係普通社工，佢哋係駐守喺公立醫院或者專科門診嘅把關人。你唔好以為入去同社工講句我好窮就得，佢哋係會同你進行非常嚴格嘅經濟審查。呢個審查主要睇兩樣嘢，第一係你嘅家庭每月入息，第二係你嘅家庭資產。講到家庭呢兩個字，好多人就出事啦。醫務社工口中嘅家庭，唔係話你中意填邊個就填邊個，亦都唔係話你搬走咗就唔計。根據醫管局嘅準則，家庭通常係指一齊住嘅直系親屬，包括配偶、父母、仔女，或者係由你供養嘅兄弟姊妹。如果你話你同個仔分開住，但係你哋仲有經濟往來，或者你住喺佢名下嘅物業，社工係會追問落去嘅。呢個就係好多人申請失敗嘅第一個原因，家庭成員嘅入息簿唔齊。如果你漏報咗個仔份兼職收入，或者係漏報咗老婆嗰份細細金額嘅保險紅利，一旦被發現，唔單止申請會被踢走，仲有可能涉及欺詐，後果好嚴重。入息方面，佢哋有一個中位數嘅標準。如果你嘅家庭入息低於全港相同人數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%，你就初步符合資格。如果你仲係低過50%，咁你攞到豁免嘅成數就更高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屋企有3個人住，2026年嘅家庭入息中位數假設係3萬幾蚊，你哋全家加埋嘅入息如果得15000蚊左右，咁你就好大機會過到入息關。但係記住，呢個入息係計總收入，即係包括埋底薪、津貼、佣金、花紅，甚至係親友俾你嘅家用。如果你每個月個女俾3000蚊你做零用，呢3000蚊理論上都要報上去。之後就係最攞命嘅資產審查。資產包括咩？銀行存款、現金、股票、債券、投資保險，甚至係你名下嘅車同埋物業。好多人問，我住緊嗰層樓計唔計？如果你係住緊嗰層自住物業，通常係唔計嘅。但係如果你名下仲有第2層樓，或者你有份投資收租，咁就一定會超標。對於非綜援人士，資產限額係根據家庭人數嚟定嘅。如果你係一個單身老人家，65歲或以上，
你嘅資產限額可能會寬鬆少少，但係如果你係50幾歲，有手有腳，個限額就會壓得好低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細節，好多人會忽略，就係醫療墊底費。如果你嘅資產雖然過咗少少位，但係你嘅醫療開支真係非常龐大，大到會令你嘅資產迅速耗盡。社工其實係有權行使酌情權嘅，不過呢個酌情權唔係必然，你要有充分嘅理由去說服佢。好啦，依家講到最關鍵嘅大漏，呢份文件即時被踢走。去見醫務社工之前，你要準備一個百寶袋，入面啲文件一定要齊。最基本嘅身份證我就唔多講啦，最重要嘅係銀行存摺或者月結單。記住，唔係淨係帶最近嗰個月，而係要帶齊過去6個月甚至1年嘅記錄，而且係所有戶口。好多老人家以前開落一啲咩紅利戶口、股票戶口，入面得返幾百蚊就唔記得咗，或者以為唔使報。我話你知，社工係有權查你全港銀行記錄嘅。如果你漏報咗一個有幾千蚊嘅舊戶口，佢會覺得你係存心隱瞞，到時解釋都冇用，直接將你份申請丟落垃圾桶。除咗銀行記錄，仲有一份文件係大家最容易漏嘅，就係住址證明同埋租約或者差餉單。點解要呢啲？因為社工要核實你嘅家庭成員係咪真係一齊住。如果你話你同仔女住，但係你交唔出相關嘅住址證明，佢哋就冇辦法計算你嘅家庭總入息。仲有，如果你有買保險，你一定要帶埋份保險合同同埋最近嘅價值證明書。依家好多保險都有儲錢成分，嗰啲現金價值係計入資產㗎。如果你話你冇保險，但係銀行戶口每個月都扣緊一筆幾百蚊嘅錢俾保險公司，你估社工會唔會問你？另外，如果你係長期病患者，一定要攞埋你嘅預約便條或者覆診紙。呢啲只係證明你真係需要頻繁咁使用公立醫院服務，係你申請豁免嘅強烈理由。如果你係需要買一啲好貴嘅藥，例如標靶藥或者係一啲昂貴嘅好材，你一定要攞埋醫生嗰份藥物建議書。講完文件，我要講一個呢個條件唔合格絕對申請唔到嘅死穴，嗰個就係虛報資料。好多人覺得，反正社工都係睇文件，我收埋1-2張銀行卡，或者叫個仔唔好報嗰份 part time，應該冇事啩。我真係要語重心長咁同你講，千祈唔好咁做。醫務社工係同政府部門連線嘅，佢哋有權要求你簽署一份授權書，去向稅務局、銀行或者其他政府部門核對你嘅資料。一旦查到你有隱瞞，唔單止豁免會即時取消，你仲要賠返之前所有減免咗嘅錢，最嚴重係會被控告蓄意意圖欺騙而誘使他人不實地披露資料，呢個係刑事罪行，要坐監㗎。我見過有人為咗省嗰幾千蚊醫藥費，結果搞到要打官司，真係執條襪帶累全家。仲有一個情況係絕對申請唔到嘅，就係如果你嘅家庭可動用收入遠遠超過標準。有啲人以為，我雖然每個月賺3-4萬，但我開支大啊！我要供樓，要供車，要送仔女去補習，剩返落嚟嘅錢都冇幾多，所以我覺得我有經濟困難。對唔住，喺醫管局嘅眼中，呢啲叫做生活選擇，唔係經濟困難。佢哋計入息係睇你攞咗幾多錢返屋企，而唔係睇你花咗幾多錢。除非你嘅開支係必要嘅醫療開支，或者係供養傷殘家屬嘅費用。否則嗰啲私人貸款、信用卡分期，社工係一概唔理嘅。咁如果你真係申請唔到全面豁免，係咪就死路一條呢？又唔係。其實仲有一樣嘢叫做部分豁免。如果你嘅經濟狀況係處於邊緣，社工可能會判你攞到半年或者1年嘅部分費用減免，即係你可能唔使俾住院費，但係要俾藥費，或者係每次覆診只需俾一半錢。呢種彈性處理係俾嗰啲夾心階層嘅一點燭光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我去邊度揾呢啲醫務社工啊？其實每間公立醫院都有個醫務社會服務部，你只要去詢問處問，或者直接同你個主診醫生講，醫生，我經濟有啲負擔，想見一見社工傾下豁免嘅事，醫生就會幫你轉介。
你唔好覺得醜，喺香港好多人都係咁樣過關嘅。呢份係你嘅權利，唔係施捨。我要特別提醒一下一啲邊緣個案，例如如果你係一個獨居老人，雖然你有一筆仔女俾嘅棺材頭，大約有10幾20萬，但係你完全冇入息，又體弱多病。呢種情況下，你一定要強調你呢筆錢係用嚟養老同埋預備身後事嘅。社工喺處理呢類65歲或以上老人家嘅申請時，通常會比較有同情心，佢哋會考慮到老人家未來嘅生活保障。你唔好一入去就同社工嘈，話個制度唔公道。你要做嘅係好有條理咁列出你每個月嘅開支，例如水電煤、買藥錢、睇醫生嘅交通費，然後展示出你嗰筆資產會點樣喺短時間內用晒。你要做嘅係展示困難，而唔係要求福利。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會搞錯，就係醫療費豁免同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嘅分別。簡單嚟講，醫療費豁免係豁免你喺醫院入面嘅基本收費，例如住院費、急症室費、專科門診費。但係如果你個病係要用一啲好貴嘅自費藥物，或者係要植入一啲心臟起搏器、人造關節，呢啲就唔屬於基本收費啦。呢啲時候你就需要申請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。呢兩個基金嘅審查仲嚴格，係會計埋你全家人嘅每年剩餘可動用收入。不過申請嘅程序同樣係要經過醫務社工，所以揾到社工就係成功嘅一半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有個伯伯，佢70幾歲，患咗慢性腎衰竭，要長期洗腎。佢本來有少少積蓄，大約30萬，按道理佢嘅資產係超咗標嘅。但係佢個仔失咗業，仲要供緊個孫讀書，伯伯好唔開心，覺得自己係負累，甚至想放棄治療。後來個主診醫生幫佢轉介咗去見醫務社工。社工聽完伯伯嘅情況，幫佢做咗一個詳細嘅經濟評估，發現雖然伯伯資產超標，但係佢嘅醫療需求係長期而且昂貴嘅，加上佢家庭嘅收入支柱斷咗。最後社工幫佢寫咗份報告，向醫院管理局申請咗酌情豁免。最後伯伯成功攞到1年嘅醫療費減免，連洗腎嘅部分費用都 cover 埋。伯伯嗰種如釋重負嘅樣，我到依家都記得。所以制度係死嘅，人係生嘅。如果你真係有困難，一定要試咗先。喺準備申請嘅過程中，仲有一個小秘訣，就係整理文件嘅藝術。你想象下，一個社工每日要處理幾十份申請，如果你俾佢嘅文件係亂七八糟、皺晒皮，甚至係殘缺不全嘅，佢嘅印象分一定唔好。我建議你買一個彩色嘅文件夾，將身份證影印本、銀行存摺、入息證明、住址證明、覆診紙分門別類咁放好。當你坐低嗰陣，社工問你要咩，你即刻可以喺個夾度拎出嚟。呢種態度係會令社工覺得你係一個負責任，而且真係有誠意去解決問題嘅人。呢種心理加分，有時會令成個審批過程順暢好多。另外，要注意豁免嘅有效期。通常豁免唔係永久嘅，多數係半年或者1年。你一定要喺到期前嘅1-2個月主動去醫務社會服務部要求續期，唔好等醫藥費單寄到嚟你屋企，你先發現豁免過咗期，到時你要補辦反手續，分分鐘要自己先墊資咗嗰筆錢，會搞到好亂。仲有一點，如果你嘅屋企人係喺醫院入面昏迷緊，或者係神志唔清醒，身為親屬嘅你係可以代為申請嘅。你需要證明你同佢嘅關係，例如出生證明書或者結婚證書。呢個時候，文件嘅齊全程度就更加重要，因為你代表緊一個冇辦法為自己說話嘅人。好多人會問，如果我申請失敗咗，係咪冇得投訴？其實係有上訴機制嘅。如果你覺得社工嘅決定唔公平，或者佢忽略咗一啲重要嘅財務細節，你可以向醫務社會服務部嘅主管提出覆核。不過，除非你有新嘅證據或者文件提供，否則成功推翻決定嘅機會通常唔大。所以，第一次申請嗰陣就要做到最好。
我想再次強調，呢份救命錢係留俾真正有需要嘅人。如果你明明有錢，但係想諗計仔去呃政府，我勸你唔好試，因為呢啲錢係公共資源，你呃咗一份，就代表一個真正需要錢買藥救命嘅人少咗一個機會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嗰種唔食飯都要交醫療費嘅基層，請你唔好退縮。香港嘅社會福利制度雖然有好多缺陷，但係醫務社工呢一環往往係充滿人性化嘅。講咗咁耐，我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，或者幫到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醫療費豁免唔係咩唔光彩嘅事，而係社會對困難人士嘅一種支援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對你有用，記住要分享出去，因為可能你一個簡單嘅分享就可以救到一個家庭。如果你對申請流程仲有咩唔明，或者你想知多啲關於撒瑪利亞基金嘅申請細節，你可以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，或者之後再專門出一篇內容同大家詳談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錢雖然好重要，但係健康同埋屋企人嘅關係更加重要。唔好因為醫療費嘅壓力而搞到屋企人之間互相埋怨。只要有心去揾，方法總比困難多。如果你依家正係因為醫療費而煩惱緊，我建議你聽日一早就去醫院揾醫務社工傾下。記住帶齊我頭先講嗰啲文件，銀行所有戶口嘅存摺、全家人嘅入息證明、住址證明，同埋最重要嘅誠實。只要你踏出第一步，呢筆救命錢可能就會幫你渡過難關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。如果遇到困難，唔好放棄，香港仲有好多資源可以幫到你。